兩個英國後生仔加埋做4份工，都仲儲唔到首期，聽落係咪好似香港後生仔嘅困局？假設佢哋想買一間20萬磅嘅屋，淨係一成首期都要2萬磅，仲未計律師費啊、驗樓同搬屋成本。如果交完租、交通、食物同日常開支，其實每個月只儲到500磅，即係最少要3年幾，而且喺期間唔可以失業啊、結婚、生仔，甚至乎有任何大額支出。所以問題唔係話少食幾個牛油果就自然買到屋，其實同香港一樣，有冇父幹可以幫你開始決定你幾時可以上車。但英國同香港仍然有最大嘅分別，英國仲有地區選擇，你買唔起倫敦，北部可能仍然有機會。我自己由香港公屋長大，冇家庭資金，6年創業嘅時間買埋個8間屋，但我唔係單靠慳人工，我係揀較低價嘅物業，買有問題嘅物業，自己創造價值，再將資金投入去下一個項目。所以英國上車唔係話容易，但亦未到話完全冇路行。你覺得英國而家仲難唔難上車？留言講下。